好，来继续来看苗栗在地100年的庙寺玉清宫。早期有规定，女性袂当入去内殿，更加袂当去磕到主祭的这个神像。也毋过随着时代改变，玉清宫嘛来破除着100年的禁忌。年底大摒扫，庙方开放予女性的志工入去内殿来摒扫，互这个两性的平权进一大步。玉清宫年底大摒扫。工作人员伫庙内底4个7，搁爬去神道顶，真细日甲关帝爷的衫裤换掉，替换金光闪闪、全新的衫裤。那个流苏要对，旁边一般有人挡在这边，他不要，他把它剪掉。另外，嘛替妈祖换新的条款，庙方搁替查村声明换新衫，规定真细日无啊袂使歪去，嘛要整理随手。起庙超过200年的玉清宫，永年内殿无允准女性入去。毋过随着时代改变，今年新明嘛允准女性工作者入去内殿。非常荣幸，而且呢，非常的感觉很实在，很快乐，因为女性的平衡。过去一般的庙寺内殿为着尊重神明，无允准女性入去。今年玉清宫跋杯称是神明得到允准，嘛打破100年的传统。电脑时代啦，大概1世代慢慢就艰辛起来了，就用直杯的方式请示关圣帝君，结果就叠了3次都是圣杯。新时代新观念，女性的志工进入庙寺的内殿，嘛代表两性平权，搁行向前一脚步。